现代台语版圣经提摩太后书第2章。所以，我的囝，你着靠基督耶稣的恩典坚强起来。你伫真侪见证人面前，对我听到这教示，着交托互遐个忠实，嘛袂堪得教示别人的人。你着做基督耶稣的精兵，甲我做伙受苦。互野的兵，若要互官长欢喜，就毋通互生活的代志甜脚盘手。运动员若无照规则比赛，就袂当得到冠军的华冠。骨力正直的农夫，当然先收成。我所讲的话，你着好好仔想，因为主会互你了解逐项代志。着为记得耶稣基督，伊是大笔的后代，上帝互伊对世人中告我，这是我所传的福音。我为着这个福音受苦，甚至亲像犯人，互人连累。毋过上帝的话无受捆绑，所以我为着上帝所拣选的人忍受一切，互因嘛会得到基督耶稣的拯救甲永远的荣光。即句话通相信，咱若甲伊同死，嘛会甲伊同活；咱若吞忍，嘛会甲伊做伙掌权。咱若毋认伊，伊嘛会毋认咱。咱若失信，伊犹原信实，因为伊袂当违背家己。你着提醒大家，伫主的面前命令因，毋通为着言辞争辩，安尼做无利益，会互听的人受伤害。着尽力做，通互上帝看做可处无见效的工人，正确过实真理的道。着闪避粗俗无路用的话，因为即款代志会互人若无敬虔。即款的话会亲像毒疮破开。苏米奈甲菲利多嘛是即款人。因已经离开真理，讲告我的事已经过去，直到一寡人的信仰完全倒坏。上帝的地基坚固袂摇动，顶面有刻字讲：主捌属伊的人，佮讲求叫主的名的人，拢着离开不义。伫大经厝内，毋但有金甲银，嘛有柴甲灰的器具，有的做油的，有的做醋的路用。人若洁净家己，离开这个粗俗的事，就会成做贵气的器具，圣化互主人用，通准备好势做逐项好事。着闪避少年人的情欲，着甲遐个用清气的心求叫主的人，做伙追求公义、信仰、仁爱甲和平。毋通有愚妄无知的辩论。你知这个代志会引起冤家。主的仆人无应该冤家，着温和对待众人，熬教示，熬忍受，温柔劝解反对者，检采上帝为互因悔改捌真理。安尼，因虽然已经互魔鬼掠去，顺趁伊的意思，嘛还袂醒悟来脱离伊的罗网。